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婚林种番麦产地，互顶一回凯米风台算断一个种植力，结果番麦是大欠货，即摆去夜市啊，或者是去菜市啊，真歹买到烘番麦。像这个婚林四湖有一间真出名的烘番麦店，最近嘛无烘番麦咯，是改卖烘杏鲍菇。烤玉米啊，今天的玉米都没了呢，都被订完了。那个想要买番麦，结果呢买无。夜市那边问都没有。最近好像不太好买到。这4五随伫烘的早就互注文去啊，骹手叔叔真正食无。这礼拜只有今天有而已。好，这礼拜只有今天限量20只。我每天早上都去菜市场找，没有就没有。头家讲番麦欠货，去菜市啊一个吹，若是有卖介绍，拢贵差不多要1杯。因为我们一次叫都是1袋50斤，那可能之前的成本可能一只我们可能还有赚，那现在的话你也不可能涨太多给客人。另外一间地区里面四湖乡这间卖烘番麦网络真有名的店，大家拢真常咧排练。烘番麦就是这间店的招牌，啊，即马拄到番麦欠货，无番麦通烘，头家就挂一个牌啊，写讲敢若剩烘杏鲍菇尔。大家看到这边门口看到小黑板啊，没有玉米啊，他也转身走了。所以你们算另类受灾户。对啊，活活的受灾户。头家讲婚林好买到原种是番麦主要的产地，顶个月和凯美风台毁掉去，规大片的番麦田拢浸水。上礼拜就开始缺货，礼拜天结束就开始一路缺到那个10月份。头家讲番麦田目前拢要伫复耕的阶段，上紧要到10月才有番麦通采收。所以讲，即马店内底烘的，干那杏鲍菇尔，业绩足足差3倍。不过嘛，只能改卖杏鲍菇，网赚较袂善，会当补偌济算偌济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